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點樣可以係電腦登入 Google Classroom。首先，大家可以係網址欄輸入 Google Classroom， 再按 Enter 鍵搜尋，然後再點選第一個 Classroom Management Tools and Resources， 再點選右上角 Sign In 內裏嘅 Google Classroom。輸入學生嘅電郵地址 S+6 個數字，再加上 @goi.edu.hk， 學生嘅電郵地址可以係家課冊第58頁內揾到。再按 Next。輸入密碼，密碼亦可在家課冊第58頁內揾到。再按 Next。成功登入後，請選擇我是學生。再點選加入，咁就可以成功加入老師為大家開嘅 Google Classroom。而家同大家講下，樣可以係電腦度登出 Google Classroom。如果想登出 Google Classroom， 可以點選右上角上面圓形圖案，再點選登出所有帳戶，咁就可以成功登出。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耐心嘅聆聽。